好来，乡亲啊，咱继续来看这个蔡总统伫顶礼拜五突然间来宣布，讲台湾要开放美国牛肉，甲有含3肉精的美国猪肉来进口。代志经过2-3天，各地方政府拢因应的措施咯。像这个台北市就来规定讲，袂当卖有含3肉精的美国猪肉。啊，这个台中市彰化县甲云林县嘛，依照着自治的条例。 规定相关的制品袂当验出有3肉精。啊，台北市长郭文提讲，蔡政府这个政策真正是伤过突然咯。事先嘛无甲大家参详，明年的1月就要来实施，实在是有一点仔压吧。不过市长讲会互民进党时间讲互清楚，看到底是要安怎做。 中央放水，地方把关。国民党台北市议员讲要串联各党派，组成一个食安正义联盟，希望台北市长郭文泰卖互有3肉精的美国猪肉入来，另外还有美国牛肉要进口。市长讲，实在是太突然了。事实上，中央政府事先没有跟大家商量，然后明年1月1号实施了，这个实在是有点怕把脸。郭文泰嘛讲，民进党的政策怪怪。 进口这个有瘦肉精的美国猪肉，然后儿童的学童的营养午餐不可以用，然后又说现在是进口的美猪可以有瘦肉精，可是国内的不可以。伊讲目前会照台北市原本有的食安自治条例来做，嘛会互民进党时间讲好清楚到底要安怎做。另外，新北市长侯友宜伊嘛对地方的自治条例有看法。地方政府当时没有定，是因为中央已经定了零检出。 那至于这段时间，国民党要提出整个瘦肉精零检出的态度，我乐观其成。目前台北市袂当卖有3肉精的猪肉，台中市彰化县、云林县拢是袂当验出3肉精。台南市这方面就是，若是有3肉精，就要标示。公家机关和民间的公司、大厨房全面拢用国产的猪肉。高雄市奖励大厨房会当用国产的猪肉，校园的营养午餐敢若会当用国产的猪肉。花莲县老人社区共餐袂使用3肉精的美国猪肉。各县市都有无同款的做法，就希望讲民众会当食得安心。